哪讲哪学，相应无相用。Gentlemen， 欢迎大家来到欢喜厨神大赛。伫我的左边手呢是鼎鼎有名的黄飞鸿啊。嘿，我一个会使拍10个哦。一个拍10个，唔是迄我吗？唔爱吹，来，伫我的正边手呢是女中豪杰，这个黑玫瑰啊。 真正是拉手啊！欢喜厨神大赛正式开始啦！亚厨技人的舞起来！今仔日我人的主题是下肉。请问，我今日无下肉，敢若有下肉？嘿，啥物无下肉？你无下肉，我下肉。 你下肉是你的下肉，我下肉是我的下肉。我讲我的下肉是这个下肉。哈，你讲的这个下肉，唔是嘛？唔是我讲的下肉，我讲的下肉是下肉，下羊肉。你讲的羊肉是下肉，下你的羊肉。我讲的肉是我的下肉，甲你这个肉，甲我这个肉是无关系，我的是下肉。啊，你的是下肉，我嘛是下肉，我是下肉，下肉，下羊肉。下肉，下肉。我下肉，下肉，下羊肉。 下肉，下肉。哎呀，你人两位吼是误会了，我咧是讲吼，你人是用肉来煮你人的菜的。啊，所以讲你讲话爱讲好势吗？我的下肉甲伊下肉，伊下肉甲我的下肉是无相歹的。人伊介绍是讲我下肉，无人爱介绍你这个下肉。啊，你是臭戏人啊！我讲我的是下肉，你下肉甲我的下肉是无相肉吗？所以我是下肉。比赛爱开始了哈！来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咱人来看这个下肉，甲这个下羊肉来煮的菜吼。今仔日的节目，但就是下肉。